Hello， 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大家來到漢興中醫常用中藥系列教學。今日呢集我哋要講嘅係一種叫做沙仁嘅中藥材。我相信好多朋友都聽過或者服用過，但係又有冇試過用沙仁嚟幫助改善脾胃問題，照顧懷孕期間的安胎呢？今日呢，我就會用比較貼近日常生活嘅角度，同大家解釋沙仁嘅作用、炮製方法，同埋點樣喺日常用藥嘅時候注意啲咩事項。咁我哋話不多講，馬上入正題啦。話說中醫治療好多時都係從人體內部嘅脾胃濕氣出發，睇到個人身體狀況去調整。而沙仁呢，就係一個我哋經常會用到嘅醒脾調胃嘅好幫手。佢係薑科植物嘅乾果，性味辛溫，歸於脾胃腎經。點解我哋會這樣用呢？因為沙仁能夠化濕開胃、溫中止瀉、理氣安胎。簡單嚟講，佢有化濕、行氣，同時穩定胃腸嘅作用。呢個藥材主要適用於濕濁中阻同氣滯引起嘅脘腹脹痛、食慾不振，特別係寒濕氣重，導致脾胃不舒服嘅時候，沙仁就好似我哋日常燒開水時添啲香料，既可以醒脾，又可以助胃氣通暢。有時你感覺自己食嘢都冇咁有胃口，好似個胃有個塞頂住唔舒服，咁你就可以諗下用啲沙仁配埋厚朴、陳皮、豬實咁嘅藥，幫助行氣消脹。其次，沙仁除咗用嚟化濕開胃，仲可以用嚟溫中暖胃，特別係脾胃虛寒導致嘅嘔吐同腹瀉。另外，孕期婦女身體容易出現嘔液不能食或者胎動不安，沙仁喺呢啲情況下就有幫助。你可以單用研末吞服，或者同紫蘇梗、白術等配伍，尤其係益氣、養血、安胎，呢啲都係非常經典嘅配伍。喺臨床上面嘅炮製方法，例如鹽沙仁，就把沙仁用鹽水拌勻，悶透之後用文火炒乾，咁出嚟嘅沙仁唔單止味微鹹，仲入腎經，溫中散寒，更適合用嚟促進消化同化濕。而薑製沙仁就係加入生薑汁，用微火炒過，除了行氣，也多了止嘔嘅功效，喺脾胃濕滑嘅情況會好啲。再講俾大家知，喺配伍策略方面，中醫師經常會用啲搭配來放大效果。譬如沙仁配厚朴，行氣開胃，消脹除悶；沙仁配桑寄生，安胎補益肝腎；沙仁配紫殼，開鬱行氣止瀉；沙仁配熟地黃，用嚟補血滋陰，但又避免滋膩外胃，特別適用於陰血不足嘅症型。仲有沙仁配木香，專門針對氣滯脘腹脹痛。講到用量，大家就要記住咯，成人每次用3到6克，用煎藥後下，而且唔好煎得太耐，千祈唔好用喺陰虛有熱嘅狀況，呢啲人就唔啱用沙仁，避免加重內熱。最後話說中醫嘅療效好多係建立喺個人身體狀況之上，今時今日仍然有好多病人會遇到濕咗脾胃、胎動不安嘅問題。如果你了解咗沙仁嘅特性，加上合理配合其他藥物，就能喺日常生活中做到預防同治療，達到身心兼顧嘅效果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試用下沙仁，感受到中醫嘅神奇魅力。記住，使用中藥一定要喺專業醫生指導下，安全最緊要。如果你覺得今次嘅教學有幫助，就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點讚和分享俾你嘅朋友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帶俾大家更多有趣又實用嘅中醫知識。拜拜。